唐玉生同学，你知道吗？研究味觉反应与儿童发展的专家，曾经透过摄影记录观察儿童的味觉反应，结果发现，绝大多数的婴孩对于各种味道所做出来的表情跟成人差不多。当他们的脸上显露出愉悦的表情时，就是尝到甜食；当他们的嘴唇微微缩起来的时候，就是尝到酸味。也就是说，每个人在出生之前，味觉就已经发展完成，懂得什么叫做味道了。是的，老师，我知道了。哦，老师打我，我要回去告诉我妈妈。好啊，好啊，叫你妈妈来把你接回去。我才不想要跟你窝在这间小套房里，又没厨房，又没饭厅的。好啦好啦，我以后一定帮你开一间超高级、超豪华的5星级餐厅。我要的才不是那种餐厅。那你要的是什么？不告诉你。不告诉我？不告诉你。真的不告诉我？真的不告诉你。这样也不告诉我？这样也不告诉你。哎，你真的要我妈妈来把我接回去啊？没有啦，对不起，我以后再也不提这件事了。不用跟我对不起，我妈不要我，也不是这1、2年的事了。她对我来说，早就像一个陌生人一样。讲到她，我早就一点感觉都没有了。一点感觉都没有？怎么可能？真的啊，就好像这个人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一样。我没有办法想象一个人没有妈妈的感觉。那不然，你来当我妈妈好不好？鱼妈妈，鱼妈妈。我怎么可能生出一个像你这么不懂美食的人？讲的好像我都没有陪你去吃过一样，只是我的舌头没有这么灵敏嘛。那这位木泽先生，你不懂得食物的美味，一定也不懂得爱情的滋味。我懂，我有这么好的老师教我。我是你的女朋友，好吗？我懂，我懂得，我懂得鱼的味道，就像在寒冷的冬天里，刚刚离开温泉暴露在夜空下的身体，全身的毛细孔都张开了，他们全部都张着嘴巴说：“嘿，明天也要继续跟鱼在一起哦。”谢谢你每天睡在我的身边，现在的我怎样也不能入睡，枕头套上的香味，出不去的思念，就像我所拥有的一切会渐渐不见。谢谢你每天睡在我的身边，真抱歉我的汗水常让你失眠，冷气机的发霉味，出不去的思念，你睡着的脸是我现在仅有的一切。我不想要走，不想离开你左右，没有一个门口能阻止我为你守候。雨总是说
手，雨告诉我味道是什么。我想要走，我要离开这无味的生活，没有一个门口能阻止我去追求。别再对我说我该怎么做，没人能告诉我的选择会是错。你为何不说？不告诉我该怎么做？我知道没有什么能弥补我的错。雨总是说，他笑着对我说，告诉我你现在在想什么。我不想走，我要走，走向没有你的生活。我要走，我不想走，离开这个门口。生命中有些事情我无法了解，是不是因为你还没有教会？我也就无法面对，梦里的世界一定很晚。你有大大的厨房，还有我做陪，我怎么舍得不让你继续睡？这是哪？我阿姨家，可是她是跟我妈妈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。在我爸爸过世之后，她说欢迎我过来住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客气话。可是当时我选择搬去跟你一起住，现在走投无路啦，不知道她还会不会欢迎我？要不要用那个能力预测一下？黄金5秒的预测能力，测完之后，测完再说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像放心了吧？快进去吧。不好意思，请问有人在家吗？现在几点？你是我是问你现在几点？现在早上9点半，那你来干嘛？我来所有的年菜在下午1点才开始出货，你是不识字吗？年菜。我不是来订年菜的，那你是来定位的啊？我们今天除夕夜没有营业。也不是，我是来找我阿姨的。你是唐玉生？阿姨在里面。谢谢。喂，你不能进去！喂，怎么了？里面有什么吗？你从外面进来那么脏，怎么可以进去厨房？在外面等，可以吗？没问题啊。哦，对了，你是阿姨的女儿，我应该怎么称呼你？我叫安心美，我不是阿姨的女儿。你真的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
我知道啊，9层之家。这里啊，只是几个无奈的人的避难所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阿姨的外甥唐玉生，我来找阿姨。她是大姐，月纯。原来是你大姐。她不是我大姐，只是我叫她大姐。她不是你大姐，所以你叫她大姐。阿姨不是你妈妈，所以你叫她阿姨。很难理解吗？我到底来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？哈，9层之家。医生，阿姨，你来啦！阿姨，那个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地方吗？没关系，我们来就可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今天有那种订单会比较忙，年菜订单。你饿不饿？还好，我不饿。好，那你等我一下啊。阿姨，来，你的鼻涕流下来了。谢谢你。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会这样？阿姨，你去叫救护车。哦，好。阿姨小心。现在几点啊11点半。客人1点半就要来了，怎么办？订单有多少？其实也不多，50份。这间店的生意本来就也没多好，阿姨异想天开，想出什么外带年菜的订单。我们去跟那些超商争什么生意呢？结果现在阿姨人在医院吊点滴，我看这些老客户都要失望了。这样不行吧？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哎，刚刚在救护车前面很大方的对阿姨说“我们来就可以”的人，不是你吗？我刚刚只是要阿姨不要担心，我只是要阿姨愿意去医院才这样说的。好吧，那你去贴道歉启事，我去通知客人。这是什么没建设性的结论？那你来点建设性啊！你会做菜吗？不会。你会吗？我只是小妹，负责点菜跟结账。全部吗？嗯。那个大姐她刚刚说什么？算你运气好，阿姨怕今天订单太多出不完，已经把备料准备起来了。接下来呢，大姐只要用阿姨准备好的配料来煮，味道应该不会差太远。走吧。她刚好跟你说这么多。少跟我废话那么多，赶快进来帮忙。我可以帮忙什么？脱鞋子，然后把那个菜包装那个盒子里面去。哦。哎，装多
多一点，给蚂蚁吃吗？是，我知道了。哦，这个味道好香啊！动作加快，时间来不及了。好，看我的。今天发生一件大事情。平常像无敌铁金刚一样百毒不侵的阿姨，竟然生病倒下了。幸好有大姐的救援，还有我跟一个新来的男生，餐厅成功的将外带年菜订单顺利出货了。来到这间餐厅已经2年了，这还是我第一次进厨房哎。看着客人提走那些我有做的菜离开，这种感觉还蛮奇妙的。虽然他们不知道有一些菜其实是我做的啦，但他们吃完会有什么感觉呢？我真的好好奇哦。会有一天，也会有人喜欢吃我做的菜吗？哎，我就说我自己来就可以了，我都已经休息了一整天，哎，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。客人都有来取餐了吗？还有一份，打了电话也没人接，我看是不会来拿了。可能他们跟我们一样，临时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不能过来拿也说不定嘛。你看吧，我就说要预收定金的吧，阿姨，就是有你这种烂好人才会宠坏客人的。要是这间餐厅是我的啊，我的经营理念绝对就是，就算有错，也是别人先错。你一定要下这么狠毒的结论哦？你一定要问那么多无知的问题哦。好啦，他们没有来拿也好，我就把这些菜热一热，算是给玉生当接风。不用了，阿姨，你今天晚上应该好好休息。你妈妈不在家了这几年，你应该都没有好好的吃过一顿年夜饭吧？好不容易今晚住到阿姨家来，没有一顿年夜饭，这样阿姨会难过。谢谢阿姨。不过你今天晚上还是好好休息。好啦，反正你之后都会住在阿姨家，之后天天都可以吃到阿姨帮你煮的菜。所以阿姨，你是欢迎我住在这里的吗？不然你要去住哪里？他要住在这里，我反对。阿姨，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都不清楚哎。半年前听讲过他要来，后来也不是不了了之，现在突然出现了，这样不是很奇怪吗？阿姨，我跟大姐都是女孩子，跟一个男生住同一层楼，太危险了吧？如果大家觉得不方便的话，我可以离开，没关系。放心，阿姨看人的眼光哦，准确的就跟做菜一样，不会失手的。而且我姐姐可是很称赞这个孩子的哦。我不担心玉生跟大家处不来，我只担心，要是玉生今后吃不惯我煮的菜。好啦，新美，等一下去把房间收一收，去跟大姐挤一间。阿姨，阿姨去拿一床棉被。大姐，大姐，你笑什么啊？大姐，接下来就暂时住在这里了。雨，这里应该跟预测的一样，会是一个好地方吧？
唐玉生同学，你穿围裙的样子还挺可爱的嘛。谢谢光临，欢迎雨再次光临。雨，我跟你说，我那天有去吃你最喜欢吃的卤肉饭呢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它的味道变得好咸好咸，我实在忍不住，我就跑去跟老板说：“哎，老板，你们的那个卤肉饭实在太咸了，要是我女朋友来吃，肯定也会觉得太咸。”结果老板听完之后，递给我一张面纸，我才知道我的脸上挂满了泪水，而眼泪一直流到卤肉饭里面去了。难怪这么咸。你在跟谁讲话啊？没有啊。是不是有病啊？有病记得吃药看医生好吗？先生，您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。谢谢。还有什么需要为您服务的吗？还有，还有，我的肚子有一点饿。刚去接阿姨之前，不是已经吃过了吗？对不起嘛，我就是很容易饿。汤圆，我最想吃的就是这个哎。大家都看出来了，你的表现未免太明显了吧？客人要把汤圆提走的时候，你还一直盯着他看，是有多舍不得啊？大姐，你人也太好了吧？好香啊！いただきます。阿姨的汤圆都是自己做的，在水分跟稠油上很下功夫哦。吃对不对？她宁可丢掉重揉。虽然没有包馅，可是混合着干虾仁爆香的红葱头跟香菇，反而有种带馅又不油腻的口感。而且啊，客家汤圆其实叫做板圆。妈妈做的板圆，这是我小时候在过年的时候吃到妈妈煮的板圆的味道。你妈妈怎么了吗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她就没有再下过厨房了。他们离婚了之后，她离开了我跟我爸，我就再也没有吃过了。我以为我不会再想起她了。这不是你妈妈的板圆，这是阿姨的板圆，你搞错了。对，这是阿姨的板圆，这真的是我吃过最道地最好吃的板圆了。谢谢你。不用谢。也难怪你会来到九城之家。怎么说？这里的人都有一段无奈的过去，都曾经被人丢下。这间快要倒闭的餐厅不是一个什么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，一点都不能给你保障。那你我一毕业也就会走了。安心美、大姐、阿姨，他们是被什么丢下的？我也是被丢下的吗？妈妈离开的时候，我年纪太小了。爸爸生病走的时候，我其实没有什么感觉，反而是雨在发生那件意外之后再也醒不过来。我觉得我的人生什么都没有了，是因为雨也丢下我了吗？至少，我今天吃到了一碗超道地、超好吃的板圆，我的人生就算是幸福的吧。亲爱的雨，有一天你也要来尝尝阿姨做的板圆。
现在几点啊4:25。跟他约4点半，再5分钟他就来了。到底是哪一个学长要来？你不用管那么多。那是因为你跟我说，有个学长一直缠着我，要我帮你劝退他，我才来的。我对你这么好，你有必要对我这么凶吗？那是因为你抢走我的房间，你对我的补偿，不是吗？好，我一定尽全力帮你劝退他。你说的。那个学长是不是属虎的啊？那有什么关系吗？不然他怎么会爱上一头母老虎？喂，师妹，你们提早来了。唐医生，这是洪聪的学长。你好，你好。学长，这是唐医生，他是我男朋友。哦，尽全力，你说呢？没问题，尽全力。你说要请我吃饭，我就带他一起来了。谢谢学长请我们吃饭。没事没事，那我先点菜啊。你在搞什么啊？我先跟你说清楚哦，我是有女朋友的人假扮一下而已啊！你以为我真的想要你当我男朋友啊？就凭这张脸呐，凭这身高啊！好，我就帮你这一次。鱼应该不会怪我吧？刚刚他的反应也太平淡了吧？看来我们应该要多加点料你等下配合一点哦，刚刚演的不够好，知不知道？我一定要让他死了这条心。不是这种事情，你不就是应该事先跟我讨论一下？你不要一直讲话了，他要回来了。难怪我今天出门预测有坏事情会发生。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啊？电话交友，就是那种男来电女来电那种。我们才刚认识1个礼拜，但他就已经好爱我了。他说我是他的真命天女，而且我们已经同居了。对，同居。因为他说他无时无刻都想要见到我。那新美啊，我可以问你最喜欢他的地方是哪里啊？他他有很多地方都很不错啊。他有个地方我超喜欢的，唐医生，你跟学长说。我？他有一个别人没有的，异于常人的特别之处。你看起来很特别啊。我有特异功能，只要心中有一个疑问，再吃下一口食物，就可以预测事情的发生哦。特异功能？对，特异功能叫黄金5秒。我现在来为大家预测一下，今天晚上会发生的事情是好还是坏。1、2、3、4、5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不太好。拜托你，我又不是念戏剧系的，你下次要叫我当演员之前，你可以先跟我通知一下吗？不，我收回，没有下次了。下次如果再有什么板条学长、韭菜学长追你，麻烦你自己解决。好啊，以后我有什么事情需要你帮忙，我都不会跟你求救的啦。阿姨，在里面干嘛？炸红葱头啊！好啊，我来帮忙。
炸死你这个红葱头！又是红葱头。哎，欢迎光临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请问今天想要吃什么呢？如果想要点心的话，跟你推荐一下客家汤圆的部分。哦，如果你想要分量多一点的话，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客家板条。啊，还有，我跟你讲，我自己本人最爱吃的是那个客家小炒，然后点一碗白饭，我超爱吃的。这菜单上没有我要的菜。那您今天想要吃什么？鸟不踏饭，鸟不踏饭？鸟不踏饭，什么？鸟不踏饭，怎么写啊？好了，算了，不用了。哎，别，不好意思，请您再稍坐一下。啊，对不起，因为我是新来的，所以可能有很多事情我不懂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家阿姨她煮的客家料理是最道地最好吃的。我进去帮你问一下，如果没有鸟不踏饭的话，我就要吃鸟不踏饭嘛，你奇怪哦你。贝贝，对不起，我听不懂客家话。我没有讲客家话。贝贝，不好意思，他新来的，他没什么用，跟我点就可以了。那个，你想要吃什么样的客家菜呢？我们这边客家菜什么都有，最道地最好吃了。他想要吃鸟不踏饭，鸟不踏饭，鸟不踏饭。贝贝，我们这里没有卖那道菜。没关系，我来做。不好意思，请您稍等一下。贝贝，你很喜欢吃鸟不踏饭呢？问什么问题啊？我女儿，你女儿？我女儿煮的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之前是他女儿煮给他吃的啦，应该这样。你女儿？你女儿她该不会也离家出走了吧？你在讲什么呢？是不是想找死啊？死了，我女儿死了，进棺材了，烧成灰了。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新美，上菜。哦，再也吃不到了。贝贝，鸟不踏饭。老板啊，不好意思，这菜味道不太对啊。怎么会？新美，汤匙。哦，没错啊，这就是鸟不踏饭啊。这不是我女儿的鸟不踏饭。你女儿？之前都是北北的女儿煮鸟不踏饭给北北吃的。好，我去帮忙。不好意思，请您再稍等一下，他们马上为您重做一份。
阿姨，阿姨，到底什么是鸟不踏饭？这道菜要用一种长在野地的刺葱来做，那个刺葱一根根的尖刺长在上面，就连鸟都不敢踏上去，所以人家就叫它鸟不踏树。做成饭就叫鸟不踏饭啦。这道菜还不是每个客家餐厅都知道的。贝贝，请用。对啦，这次就对了，就是这个味道。谢谢你啊。看起来好像真的很好吃哎，我也好想吃吃看。你要吃看看。不行，贝贝，不行，这是你女儿的鸟不踏饭，我不能吃。女儿，好，你怎么做的啊？不是我，是大姐。大姐刚刚加了很多阿姨炸好的红葱头在鸟不踏饭上面。红葱头，嗯，这样刺葱的味道就会被盖掉。原来如此，哎，大姐你真的很厉害哎。也多亏了阿姨的红葱头。哪里？新美刚才也有进去帮忙，不是吗？要先用猪油热锅，然后把红葱头像花瓣一样撒在上面，再加盐跟酱油调味。新美说，他们都是被丢下的人，都有自己的无奈。这一刻，看着他们治愈了这位北北，我只看到他们温暖善良的一面。跟他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有一天，我的伤口也能渐渐愈合吗？别担心，我跟他已经不可能调配出可口的味道了。学长，哦，不好意思，一直没有认出你。是我不好意思，冒昧打断给你。我回家之后就觉得你应该就是唐医生了，问到你的电话，也不知道发什么神经，就打断给你了。我看到不认识的电话打来，还以为是鱼的事情。谢谢你跟我见面啊。不会啦，学长。哎呀，叫我什么学长？你可以跟新美一样啊，叫我红葱头就好了。红葱头。嗯。我是觉得我应该要来跟你道个歉。你应该没有跟新美说吧？没有。你没认出我很正常啊，我们只在医院见过一次面吧。后来鱼怎么样了？不清楚。他们家人把他接走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。不过好像听说是去了北京。连他在哪一间医院也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学长。对不起。当初雨因为我跟你分手，可是我却没有照顾好他。我不应该那天带他上山看流星雨的，本来以为会让他开心，结果就发生了这个意外。就当做他已经离开了吧，学弟。
鱼只是昏迷而已。可是他没有机会再醒来了，你要再看开一点。不会的，鱼会再醒过来的，我会等他醒过来的。好，你说的对，鱼会再醒来的。但刚刚有点你说错喽，当时是我有了别人才跟鱼分手的。可是鱼说是他为了维护我才说他甩了我。学长，你该不会还喜欢鱼吧？怎么可能？绝对没有，我保证。我们在一起也没有多久，而且我们个性真的不怎么合。而且啊，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好像真的不太会挑女朋友。学长，那你现在有比较好吗？现在安心美，怎么了吗？安心美怎么了吗？我不会说，我只能说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其他的女生嘛。可是安心美是唯一的，没有办法。我现在真的好喜欢她哦，喜欢的不得了了。就算她现在不接受我的追求，但总有一天我一定可以找到她能接受我的方式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啊，对了，你那天为什么没有早点拆穿我们啊？我演得很辛苦哎。我那么喜欢心美，怎么舍得让她出糗呢？哦，我的天哪！哎，学弟啊，你该不会也喜欢心美吧？绝对没有，我保证。我的心还在雨那里。而且安心美跟雨差这么多，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上她？我还在等雨。她原本可以走路，她原本也很喜欢唱歌，也很喜欢跟我说话的。可是现在都不行，都是我太没用。那个真的是意外，不是你的错啊。天空一片黑漆漆，是否会有奇迹？我应该看向哪里才能找到你？天空一片光明，我相信我自己，我会找到你，请你不担心。天空一片黑漆漆，不会有流星，我许的愿望没有人会听。天空一片光明，我想那是流星雨，我要用每一颗星星去打动你的心。我用一颗流星划过天际的须，我在黑板上画下你的美丽。我用一颗流星划过天际的须，要你听见我的心，要你听见我的心。安心美不像其他的女孩子，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。我无时无刻想着她，想着要带她去哪里，去看海、看夜景、看这场流星雨、看遍这整个世界。每次我想到她，都让我充满着元气，就像是小时候听到56K 数据机连上网络的声音，令人兴奋到不行。短短几秒钟的声音，就让我对接下来的事情充满期待跟想象。安心美就是这样的女孩子。我用一颗流星划过天际的须，我在黑板上画下你的美丽。我用一颗流星划过天际的须，要你听见我的心，要你听见我的心。天空一片黑漆漆，是否会有奇迹？我应该看向哪里才能找到你？天
天空一片黑漆漆，不会有流星。我许的愿望没有人会听。雨会在哪里呢？他还听得见我的声音吗？我到底应该怎么做？他一直不愿意醒过来，是不是因为他已经不需要我了？因为我没有保护好他。所有的人都以为雨是在发生那件意外之后才陷入昏迷，但只有我知道，早在那场车祸发生的2个礼拜前，他整个人就被掏空了。接到那通电话的时候，他什么话也没有说，就一直哭，一直哭，哭了半个小时，我才终于找到他。我到的时候，他整个人缩在一个角落，我什么话都说不出口，只能冲上前去紧紧的抱着他。我最亲爱的雨，他被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，我也不知道可以跟谁说，所以我那天才打算带他上山看流星雨，以为这样会让他开心一点。结果就发生了这场车祸，他就再也没有醒过来了。最近生意越来越难做了。阿姨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有睡？你们年轻人都不知道，你们还没有全部回家，我老人家怎么睡得着？阿姨，怎么了？你的粤文好可爱哦。一个大男生怎么在哭？我没事，阿姨，我没事，我只是很开心。有什么话就在阿姨这边，随时都可以跟阿姨说，知道吗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知道吗？阿姨今天学到了一课哦。谁啊，这么厉害，还可以叫阿姨？就是那个要吃鸟不踏饭的伯伯啊。啊？我一直在想，他要吃的那个鸟不踏饭，并不是真正的鸟不踏饭的味道。我是觉得蛮可惜的，会不会他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品尝到真正的鸟不踏饭呢？我刚才一个人在这边又想起这件事，虽然我是对味觉很讲究的人，但或许每一道菜从来就没有所谓的标准的味道。你也看到，当他吃到他女儿的鸟不踏饭的时候，心里有多开心啊！只要是自己选择并且喜欢，那么就是最正确的味道吧。就是这样，所以不会有人不知道该怎么做的哦。阿姨，餐厅一定要一直开下去，不要收掉哦。怎么突然说这一个？因为我有一个一定要带他来吃这间餐厅的人，我还在等他。你饿了吧？阿姨去准备宵夜给你吃。
不用了，阿姨，不用，我等一下去前面的超商买一下就好啦。超商，我们家做餐厅的，怎么能让你习惯吃那种微波食品？我去把剩下的鸟不踏饭热一热，加上板条，做成创意料理给你吃。谢谢阿姨。昨天晚上，我梦见了好久不见的爸爸妈妈。虽然是我丢下他们的，但还是有点想念他们。他们还在气我把他们丢下，一个人上来台北吗？梦中的他们一样，一对相知相守的老夫妇。最近我常在想，爱情到底是什么呢？至少我觉得不是等待白马王子，尤其是那些不是白马王子的人来追你的时候，那更不会是爱情。可是，如果像爸爸妈妈那样叫做爱情的话，那我宁愿一个人好好的。爱情又不能当饭吃，没有爱情，人应该还是活得下去的吧。客家小炒所需要的调味料是米酒2两、酱油1两、盐巴少许。所需要准备的食材则有鱿鱼干6两、3层肉1斤、青葱半斤、豆干半斤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9层之家的大厨廖莲妹女士，正在烹调这道客家传统料理。3层肉下锅啦，在这边有个小撇步要跟各位观众分享的就是，肥的部分先下锅淬炼出肉的油脂，直到肉呈现焦黄状，才将瘦肉下锅爆香。鱿鱼的部分则分3次的大火快炒，第一次使用米酒爆香，第2次使用纯油爆炒，第3次使用酱油焖煮。这样的话，鱿鱼会比较有弹性，也比较香。没错，口感圆润扎实，完全呈现出客家料理的层次与风味。然后镜头就会拉远，拍阿姨在料理的背影，最后再下标9层之家的客家小炒，为您献上廖莲妹女士独一无二的母爱。哎呦，阿姨，你到时候不能笑场哦。怎么样？我讲的还不错吧？很好，你好好努力，将来当阿姨的经纪人。我们把这段影片拍好上传，一定会对餐厅的生意很有帮助。还有大姐，沉默的二厨林月纯小姐，将语言转化成无形的力量，面对料理进行极尽的心灵交流。你到底在干嘛？大姐一定会成为日本饕客争相目睹的焦点人物。玉生说要把阿姨包装成台湾客家菜名厨，推销到日本去。目标是要到日本开分店，新宿一间，银宿一间，涩谷再一间。哎呦，那很不容易哦，野心很大。日本开完，再到上海开分店。上海人为什么要吃客家菜啊？上海人总会吃腻上海菜啊。哦，梦想嘛，梦想。阿姨，你要小心一下这种人哦，这种没良心的人呐，只会出卖你而已。我要去上课。Hello，没良心的，你不要跟着我。你有必要把我讲成这样吗？我那天也就真的没有认出他，而且我就是良心过意不去，所以我才主动告诉你实情哎。你还有良心啊？我还以为你爱吃爱到把良心都给吃掉了嘞。结论就是这样，我要去上课。
玉生啊，你是不是吃太多阿姨煮的客家小炒啦？还好吧？怎么了？不然为什么你们小两口一直吵，一直吵，一直吵？我跟安心美一点关系都没。哎，大姐，阿姨，林月纯，你给我出来！玉生，你去跟那个人说，这里没有这个人。去。好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已经打烊了。先生不好意思，先生。哎呀，你像啦！林月纯，你给我出来！我知道你在里面。先生，你要做什么啊？我要找人呐。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。没有我要找的人，我都还没有说我要找谁，你怎么知道没有？啊？没有就是没有。没有就是没有啊！你是谁哈？你是谁啊？这多位啊！哦，我是这间店老板的侄女，我叫唐玉生。看，你是女的哦。侄子啦，讲错了。好，唐玉生。好，唐先生，麻烦你进去，帮我把林月纯叫出来，说我在这边等他，不然的话哈，不然怎么样？不然我就自己进去找他了。不行啊！你像啦哦！你爸，先生，麻烦你离开这里，不然的话，不然就怎么样哈？不然你就怎么样？不然我就……哎，你不要冲动我打他爸姐啊！好，你叫他给我等着，是他欠我的，我会再回来。我刚差点杀人了，我没有。唐医生，你干嘛拿刀啊？是你啊！我刚在外面就听到你有什么声音大呼小叫的，你干嘛啊？你有看到刚刚那个人吗？有啊，怎么了？干嘛？他来干嘛？他也是来追安心美的啦。哎，他年纪可以当我爸，你在开我玩笑吗？玉生，那个人走了吗？走了。这是哦，他不是来找学长的，他不是来找那个大姐那个人啦，他是我学长来找安心美。等一下，我不是来找新美的，我只是……哦。你好，我叫做陈文林，你可以跟新美一样叫我红葱头就好。红葱头，那起锅的时间不太对哦。阿姨，刚刚那个人没什么，不要理他就好了。哎，阿姨啊，啊，我想问哦，就是这间店叫做九层之家，是为什么叫做九层之家啊？对耶，我也都还不知道，之前都以为这边是有9层楼的9层之家。该不会跟9层塔有关系吧？是因为有一种客家糕点叫做9层糕，你姨丈他的客家老家很擅长做这个，我就是跟他学来的。那时候我们这间餐厅还不知道取什么店名，刚好那一天我做了9层糕给你姨丈吃，他很喜欢，觉得我完全掌握住做9层糕的诀窍，所以就突发奇想取了这个奇怪的店名。可是我们店里并没有卖9层糕啊。刚开始其实是有的，只是这种糕点你必须等它一层蒸好，再放另外一层进去蒸，就这样一直慢慢的叠到9层，很花时间。我们的餐厅啊，后来人手不足，就没有再继续做了。好可惜哦，我也蛮想试试看的。都那么久没做了，我也不敢保证能做出跟当时一样的味道。如果我到时候做出来你们不喜欢，玉生不就要打消帮我去日本开店的计划了？
阿姨，你就试试看，我也很想吃吃看呢。啊，对啊，再说吧。搞不好啊，会是这家店的招牌菜啊。是啊，这么有特色的一道甜点，一定会招来很多好奇的老饕们。我是觉得，我们暂时还是把我们目前的事情做好就好。至于9层高，啊，我来就好。医生，就先别提了，知道吗？嗯，唐医生啊，我刚刚是问了什么不该问的吗？大概是这个店名有阿姨跟姨丈的回忆，那他们两个现在……不知道，只知道姨丈留下了这间餐厅。这种感觉，大概就跟我平常如果吃到鱼喜欢的食物，都会不小心掉进回忆里一样吧。唐医生，你就不要再想鱼了好不好？不然这样子，你来我打工的夜市，我介绍一点妹子给你认识。你有在夜市打工？有啊，比脸大大鸡排，也不算打工啦，算是合伙人。没想到你还会做菜。会炸鸡排并不代表会做菜，好不好？你材料都是备好的啊，你只要把鸡排沾上面包粉，然后再丢到油锅里面炸。哔哔哔哔哔哔，时间响起后，再把它夹起来，撒点香料就算完工啦。松辣。那不需要太多烹饪技巧的吧？对了，我记得雨鱼应该不吃鸡排的吧？他觉得佐料加太多，掩盖了鸡肉本身的口感。他说的对了，只是会来夜市吃东西的人跟上餐厅品尝食物的所期待的并不相同啊，他们不会要求这么多的啦。以前啊，我跟鱼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常为了要吃什么东西而吵架。我也不算是什么美食主义者，只是就是喜欢跟着他到处乱吃。你跟鱼的个性真的差很多，所以我现在只在乎安心美啊。哎，学弟，我有事情要请你帮忙。等我一下。1、2、3、4、5，该不会跟安心美有关吧？你很聪明哎，学弟，就是你帮我跟阿姨说一下，我想来9层之家打工。你有事吗？帮帮我嘛，我们现在不是兄弟吗？我们店里不缺人。哎，等一下，不然这样子，你来我鸡排店打工，我来9层之家。你在说什么啊，啦？近水楼台先得月啊！那也要安心美是月啊，他现在还比较像月饼吧？不是啊我告诉你，他知道我们认识之后已经气得火冒三丈了。如果我还让你来这边打工，我一定会被他赶出去的。那很好啊！你想想看哦，要是你搬走了，我不能就住进来了吗？对不对？而且你再想想看哦，要是我能跟他朝夕相处的话，他一定能接纳我的。安心美到底哪一点值得你为他这样发疯啊？哎，我告诉你，你这种行径在一本小说里，对读者是一点吸引力都没有的。等一下，你这句话也说错了。小说跟人生是不同的，小说啊是被刻意安排好的，但人生的美妙是讲求意外的。感觉来了就对了，你不会想太多因果关系的，你懂吗，唐医生？唐医生，唐医生，算了，我会再回来的哦。雨，当初学长追你的时候也是这么疯狂吗？而且他现在有了安心美，好像真的没有把你当成一回事了。你一定也觉得很有趣吧？要是以前，我们才不可能这样坐着讲话。你又在跟谁讲话啊？没有啊，是不是忘记吃药了啊？哦不，
你那么爱吃，一定是药吃太多了。可怜呐、你下课啦？哪像你一整个下午在店里面闲闲没事啊？哎，我今天下午在店里我没有闲着哎，你知道来了多少人，发生多少事情吗？唐玉生同学，你不可以同时喝可乐又喝咖啡哦，小心拉肚子。是的，鱼，是我让你变成这样的，我不会把你放开的。可是，我好想你，唱歌给我听。你是巨大的海洋，我是鱼在你身上，我失去了自己的形状，我看到远方。你好吗？我很好，很想你。这里每天都有很多好吃的东西，这里的人也都对我很好，阿姨对我很好，大姐对我很好，还有安心妹，我好想你。是我让你变成这样的，我不会把你放开的。我不会把你放开的，我不会把你放开的。哎哎，打脸了！也袂睇伊，咁我嘛知好无？我哋要么做嘛解啊？哎呀！啊！こそ野郎！大丈夫でしょ？いいね。この三人連れで行けば、外クッキーと喜ぶぞ。お嬢ちゃん、チュー好きか？やめろ！セミ、匂いも。哪某事情？もたもたすんやねん。かかれや。嘿，おいおい、やっと来たか。
Oi, pakailah. Pakai. Sing 呢？这边分不了同你不贵的代志，我就过去看。好，刘婶，你怎么改啊？唐医生，你干嘛？你有看到大姐吗？刚刚不是还在这里？我刚刚洗完澡回到房间，看到大姐的棉被折得整整齐齐，大姐的东西也不见了，我找不到她了啦。阿姨，你有看到大姐吗？该不会是下午来找过他的那个黑衣人？谁啊？你们不用这么担心，大姐她会照顾好自己的。我没有看到那个黑衣人，我想应该是月纯他自己想出去静一静了，也有可能是拿钱去给那个男人了。到底是谁啊？那个男的是月纯的前夫。月纯之前跟那个男的公证结过婚。大姐她以前住在乡下，从五专毕业之后就在一个乡亲会工作，他们两个就在那边认识的。大姐总是说，那男的其实不坏，很有想法，也很有理想。大姐以前很会讲话，长得又不错，就常常负责去外面跟人家打交道，所有人都很喜欢她，包含她的前夫也是。只是她的婆婆觉得自己的儿子没有经过自己的同意就跟人家结了婚，还娶了一个客家人。你们或许会觉得客家人又怎么了？有差吗？但那个时候的老人家就是会有偏见，也不知道该怪谁。那时候的社会风气就是这样，所以他就想尽办法要拆散自己的儿子跟月纯，跟人家说月纯之前做过酒家女，还找了一个男的假扮成他的客人去相亲会闹场。你想想看，一个那么小的地方，被他这样一闹，月纯一定被人家从家里骂到菜市场，可是她都不为所动，只是努力的想要让自己的丈夫相信自己。其实那男的本来是相信她的，直到发生那件事。那时候相亲会有一笔款项是要拿去支持某个候选人的，不见了。担任总召的那个男的啊，自然而然就成为所有人的箭靶。结果他的妈妈就到处跟人家说是月纯偷了那笔钱，拿去给他的旧情人的。我也不知道那个女的是什么电视剧看太多，居然想得出这样的剧情。可是无论月纯怎么解释都没有用，那个男的啊，最终还是选择相信自己的妈妈，选择跟月纯离婚。后来那男的做生意失败，就跑来找月纯要钱，说要月纯把之前偷的钱还给他。月纯哪有那笔钱啊？所以他就逃到台北，逃到我这里来。那个男的现在追到台北来，所以大姐现在去找那个男人了。我怀疑啦，大概是不希望他一直来骚扰这间餐厅吧。找他干嘛？花钱消灾啊！可是
这样那个男人不就得逞了吗？我们听人家的故事，永远不知道他们背后的无奈，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那个男的对你大姐来说是什么样的存在。可是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呢？大姐她就是不喜欢我们为她担心，放心吧。等我一下。对，你现在还要吃？现在什么情况你知道吗？不是，我是要用我黄金5秒的预测能力来预测大姐会不会平安无事回来。上次那个烂把戏啊！你现在先不要开玩笑，可以吗？我没有开玩笑，我是真的可以预测未来会发生的事情。那你要不要预测你什么时候会死啊？我没有办法预测那种事情，我只能预测事情是好还是坏。阿姨，你相信我。好，反正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，我们就让玉生试试看。我愿意相信玉生。谢谢阿姨。1、2、3、4、5，是好的，是好的，大姐一定会平安无事回来的。我就说你们都不用担心了吧。好了，赶快去洗澡睡觉了。好吧，希望大姐明天就会回来了。别说，回来就好，什么都不用说。生命中有很多事情我不懂，为什么有话不能说？我不懂，为什么大姐这样做？我也不懂。我不懂的事情太多，太多的无奈藏在他们的心中。那我生命中有很多事情我也不懂，为什么你不喜欢我也不懂，为什么我会喜欢你我也不懂，我不懂的感情太多，太多的无奈藏在我的心中，那你呢？生命中有很多事情我还不懂，该告别的留在身边我也不懂，该遗忘的牢牢抓着我也不懂，吞进肚子里的眼泪太多，太多的日子还要过，我懂。如何能守护这个家？如何能守护着大家？如何能守护这个家？如何能守护大家？这个9层糕的做法其实很简单，用黑糖和白糖加入米浆里搅和，然后再耐心的倒入模具中蒸好放凉，这样层层叠起的9层糕就完成了。
生命中有很多事情我不懂，如何为别人带来幸福我不懂，如何看待别人的幸福我不懂，会失去的东西太多，太多想留下的东西我懂。如何能守护这个家？如何能守护着大家？如何能守护这个家？如何能守护大家？1、2、3、4、5。阿姨，我们一定要重新开卖9层糕，一定会让餐厅的生意越来越好的。既然医生的预测这样说，那阿姨就试试看。阿姨，放心，我会帮忙推销9层糕的。我也会上网帮忙推荐的。还有大姐，我们一起努力试试看，让这边成为真正的9层之家。如何能守护这个家？如何能守护着大家？如何能守护这个家？如何能守护大家？